呢道健康菜式係番茄汁焗雜菜，已經係完成嘅。咁各種雜菜咧有各種不同嘅維他命，營養豐富。紅黃椒、脆肉瓜、茄子、自家製嘅番茄汁、酒店模式、香草天然材料，各種維他命，大家可以不妨試下。今集我為大家介紹呢個健康食品就係番茄汁焗雜菜。咁我哋呢個番茄汁咧，上兩集咧就已經係做過出嚟㗎啦，係酒店式嘅番茄汁。如果大家想揾翻咧，可以睇翻我之前嘅頻道係點樣整，教大家整呢個番茄汁嘅。咁呢個雜菜咧，我係洗乾淨切好啦，就係扒佢，就煎一煎佢，落少少味醃咗佢，然後擺落焗爐，同埋啲番茄汁一齊焗嘅。咁而家雜菜啦，切好洗乾淨啦，咁我哋將呢個茄子煎一煎佢先，其他青紅椒同埋脆肉瓜咧就唔需要煎嘅，就直接係擺落啲茄汁度焗佢得㗎啦。而家我哋稍為將啲茄子煎一煎佢。咁我哋啲茄子咧，稍為輕輕辣到有色咧就可以啦，唔需要煎到太熟嘅。啲雜菜咧，我哋洗乾淨切好，啲茄子啊煎一煎佢，煎過之後咧，咁有少少顏色嘅，咁佢仲生嘅，咁我哋開始調味，落啲黑胡椒鹽、百里香、香草、貪草又可以叫做。落埋啲甜紅椒粉，咁我哋可以揾少少油，煲勻佢。咁我哋將每一片嘅雜菜啊撈勻咗之後咧，就可以擺落去自家製酒店式家庭版嘅番茄醬。
咁我哋面頭咧再揼少少黑胡椒鹽，同埋百里香。咁而家就可以擺落焗爐度嘅。而家我哋可以放啲焗雜菜落去焗爐。咁上火係220，下火亦都係220。將佢預先燒紅咗個焗爐之後，我哋就可以放呢個雜菜落去，大概係焗佢20分鐘。呢道健康菜式係番茄汁焗雜菜，已經係完成嘅。咁各種雜菜咧有各種不同嘅維他命，營養豐富。紅黃椒、脆肉瓜、茄子、自家製嘅番茄汁、酒店模式、香草天然材料，各種維他命，大家可以不妨試下。